從前有一個好美麗嘅地方，喺嗰度人人都充滿歡笑。因為奇妙的事情呢，隨時隨地都會發生。城堡會打開大門，俾啲小朋友入去玩。去迪拜你會見到迷離嘅公主啊，因為這是一個想不到。到了晚上，小仙子會用奇妙的星閃，讓天空閃閃發光。我都想去嗰度啊！請即上網訂票，展開奇妙體驗。